为了让传统市集，包括公有市场甲夜市，拢会当升级改变。经济部中部办公室特别伫专台北场馆东部举办市场博览会好事伫遮，其中展览馆的部分就选定伫西门青草新天地。透过破冰的仪式，嘛向前要让传统市集变成线顶菜市仔，带动直播宣传等等来拼经济。为今日开始，隆重到9月19多，为期有差不多1个月时间。伫迄每礼拜2哦，甲礼拜吼，拢有无同的菜市啊，甲摊商会伫咱这个展馆里面线上来直播，介绍因家己菜市啊甲商品菜市啊特色，甲伊的摊商的特色。台湾市场博览会开幕典礼，经济部为了肯定传统市场的主题花，长期以来奉献甲付出，会场嘛选出台南有9位10档以上的主题会长，颁发台湾市集荣誉会长奖，重名为谢。特别这些会长都是超过资深超过10年以上的一个会长，长期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经营管理服务提供的一个协助那特别疫情期间，也号召整个我们摊商朋友共同来落实防疫那我们市政府跟我们的一个摊商，我们除了让对咱的市场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购物环境。那现在经济部中办也特别建立线上的一个平台，透过这个平台，也使给咱一寡特色的一个市集、特色的一个摊位，还有优良的一个商品透过线上来做一个行销好事伫遮活动，对8月24到9月17号，配合台南购物节的商机，希望传统市场嘛用直播来促销，加上电子商务的概念，为市集甲摊商拍开知名度。但新闻管制采访报道。